我的脖子怎么了？出了何事？王后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一夜之间，臣妾就变成了这个样子。这是恶疾，快，立刻封宫，带相妃出宫避疾。是，带走。不会的，王后，臣妾不是恶疾，王后，王后，王后，臣妾不是恶疾。娘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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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娘亲！求求你们了，别送我出宫！求求你们了，别送我出宫，放我出去！你是谁？这是什么地方？这里是我家，我叫魏家。有人让我照顾你。你照顾我？我的侍从呢？侍女呢？嗨，还有什么侍从侍女啊？有我魏家照顾你，保准伺候的你美美的。你别过来！不要！我是大王的妃子，你要是敢冒犯我，小心你的狗命！我魏家是烂命一条，要不要的无关紧要，只要能和你风流快活，千刀万剐我都愿意。哎呀，我天！我告诉你，我是有恶疾的人，有恶疾的。我不在乎，我不在乎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乖月儿，别哭。姑姑，我好想我娘亲，难道我娘亲就不想我和弟弟吗？你娘亲啊，也想你们。那就带我去看看我娘亲，好不好？好不好啊？夫人，已经3年了，我哪能不知道？我也是天天数着日子，全都是命啊！走，我们到外面玩去。许娘娘，姑姑，你带我去见我娘亲好不好啊？月儿，姑姑帮你想办法。乖月儿，不哭了啊。你行行好，行行好，给口饭吃。行行好。有人吗？鬼姑，你怎么？娘，月儿，哎呀，月儿，让娘看看，娘亲，娘的月儿，娘亲，娘亲的月儿。举金知道吗？举姬其实是假装不知道，月儿日日想你，我看着实在不忍，就偷偷带她出来了。我和月儿也不敢多耽搁。鬼姑，月儿，
年不见，月儿长高了。娘亲，你的病好了吗？娘亲的病早就好了。娘亲，我们回家吧。娘亲回不去了。为什么回不去啊？我和菊姬都知道你在这儿过得很艰难，为了孩子，再忍忍。若不是你们接济，我和小冉怕早就死了。这2日小冉又生病了，我正愁没钱给她看病。丧气的女人！自从你进了我魏家的门，老子就没好过。赌一次输一次，看我怎么打你！你是找打呀你？饭我即刻去做。你们是何人？到我魏家来干什么？他们是我的故人，来看看我。好阔气的故人呐！运气真好，手头刚输光了，就有故人送钱来了。我跟你说过，小冉这些日子生病了，这些钱是拿来给小冉看病用的，你不能动。看什么病？生死在天，别挡我的财路，拿过来，我去翻本。拿过来！我不给。你给不给？我不给。你给不给你？你放开我！月儿，月儿，你快住手！月儿，你放开我！给我！月儿啊！小兔崽子，你个妖老子！月儿，你快走，快点，快带他走！快走，快走！你给我让开！你这个混蛋！混蛋！我看你还敢还手！战报！徐州之战大捷！战报！大王要班师回宫了！战报！大王要班师回宫了！战报！大王要班师回宫了！拜见大王！恭喜大王得胜而归！起来吧。谢大王。寡人出征3年，宫中全靠你来打理，你也辛苦了。大王，这都是臣妾分内的事。臣妾听说大王收复越国，转战齐国，大小之战数十次，3次受伤，心如火焚。沙场刀剑无情，受点伤，稀松小事。一晃3年，寡人见自己的孩儿都长大了不少啊。可不是，大王不在的时候，宫里的大事小情全由太子定夺。经过这次历练，朝阳和屈子都说太子脱胎换骨，可以独当一面了。玉不琢不成器。记得寡人出征时，月美人刚好有孕，项氏则给寡人生了个公子。2个孩儿现在如何呀？月美人生了一个公主，孩子已经2岁多了。孩子生得乖巧可爱，一看就是个美人胚子。举姬携米容向大王请安，快！起来，蓉儿，过来，到父王这儿来。来呀！快过去！让父王好好看看。像寡人，也像他的母亲。孩儿的母亲项氏呢？大王，
您出征不久，相氏便得了恶疾，被臣妾送出宫去避疾。没想到在宫外医治无效，不久就故去了。家人薄命，相氏可惜了。大王，龙体要紧呐。父王，何人啊？我是月儿。月儿，寡人的小老虎。来，让父王好好看看。哦，几年功夫，月儿已经长得这么高了。唉，可惜你娘亲已经过世了。禀报父王，我娘亲还在世。什么？月儿娘亲没有死。月儿，你怎么知道你娘亲还在世？月儿前不久还见过娘亲，娘亲住在一个小屋子里，被恶人打。当真？此事你禀报过王后吗？没有。你放心，寡人定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。